有中油外包驶油罐车的问题，指控油罐车的包商长期拢互因签定期的契约，害因拢无法度领到加班费，嘛无法度有着休假，申请劳资调解，阁去互扣薪水。另外，工会嘛指期讲，包商甲中油要互稳奖的奖金食去，呼吁中油就应该爱来调查。没办法生活，所以说就选择离开这样子。你投讲因为受到公司恶意减班，薪水对47000外减到剩无3万，只好另外找头路的心酸。因为中油、王田油库的油罐车驾驶业务5年外来，一直拢是同一个厂商咧承包。原本担任油罐车驾驶的杨先生指控讲，承包商长期甲因签订定期劳动契约，无加班费特休，国定假日双倍计销。请假还佫爱互倒扣薪水，严重违反劳基法。他就是不想付之前费，而且他在旧的定期契约里面呢，甚至在契约条文里面就有一个乙方不得主张资遣费的条款。成员的工会指控讲，杨先生这个人因申请劳资争议调解，颠倒去用恶意减薪，干那会当另外找头路。嘛要求讲，承包商亲像是有诈领中油和驾驶的奖励金，薪资给付的方式，或者是奖金的部分都有它的规定。协调会也开完了嘛，然后我们在定期时间之内做一个厘清，整个的我们的规定会讲得很清楚。立委要求劳动部就要对承包商来做专案的调查，并且了解承包商是不是有侵占中油和驾驶的奖励金。劳团是要求讲，调查了后，若是真正有侵占，中油应该把这个承包商随甲解约，并且甲当作是继续往来的厂商，爱佫甲检方来告发，嘛爱甲这个驾驶甲转做正职雇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